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充满日式建筑特色、经过旧宿舍整件活化的客家籍水彩画家萧如松老师的故居，同时也是孕育其艺术生命的重要温床，来追寻记忆艺术之美。萧老师是新竹县北埔人，哈港营，非常在地的艺术家。那老师在台湾的这个美术史上的第2期，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水彩画家，不管是对艺术界，那他是代表人物；那对哈港营这个客家人的这个社会来讲，他就是客家人之光。萧如松老师热爱客家乡土，任教于新竹地区，长居于竹东镇，近半个世纪不曾离开过，教导过无数在地客家子弟。萧氏美术课更让学子印象深刻。他非常讲究的是线条之美，所以我们在他的创作里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线条是非常特殊性的。他教导我们呢，线条就是要一笔画，要一气呵成，不能有那种断断续续、那种没有自信的线条。所以老师说，那样子的线条如果是断断续续，是一种不美不自然的。萧如松老师的作品与新竹县密不可分，画作中以风景最多，透过在地风景为样本，来诠释客家地方之美，展现对故乡的热爱、大地的温馨及艺术之美。看到后面这一幅，好像是不是也是蛮有名的一幅画？对对对，这一幅是画室，是它其实蛮具代表性的一个画作。那我刚刚有提到，老师是非常本土的一位画家。所以它取景的部分呢，都是在新竹县做一个围绕，譬如说北埔，所以很有名的是面盆寮，那还有包括头前溪、上平溪、油罗溪，都是老师取景的一个范围。我们从老师的画里面，其实感觉到这个竹东地区是这么的美丽。那他就讲过，他说只要具有世界名画家的一个素质，就算在自己的故乡，也能够画出很有水准的画，那么竹东的风景也能变成世界的名画。故居空间的记忆刻痕，日式旧宿舍整件活化，走在这安静优雅的空间，就像走入时光隧道。热爱乡土的萧如松老师，借由画作把对土地的情感流传下去。